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银行的不良贷款。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新浪银行刊登的，标题叫“谁在逼银行员工割肉喂鹰？银行不良畸形垫息风”。说的什么？说的就是银行员工自己掏钱帮这个客户交利息。他的文章说经济持续 L 型发展，银行不良压力大，例如让担保人和干系人替欠款人垫息可以理解，但现在不良压力大到要让银行员工来垫息的程度，这简直太过分了。这个刀子这个镰刀终于割向了银行员工自己。本来不良贷款，也就是贷款人还不起，银行让这个担保人你先把利息给还一点，这样维持这笔贷款不要成为不良。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了？担保人也没钱，你爱咋地。按照往常，那这个时候就采取什么司法措施，或者叫追债，或者叫清收等等，开始上手段。但是现在不行，因为要控制不良率，这笔贷款明显已经还不起了，不仅贷款人还不起，连担保人也还不起，那怎么办？大家把眼光就看一下银行的员工，这笔贷款是谁放的？是你放的，那对不起，你来付利息。这个文章说，他说客户的确经营遇到困难，贷款下个月要进不良了，行里要求必须不能报，怎么办？就是行里要求这笔钱就不能进不良，这笔钱进了不良，那不良率又上升，不良率比那个贷款的利差还要大，这个你让外界怎么看？所以说没办法，自己垫不垫扣得更重。也对银行员工来说，他把这个利息给垫上，如果他还不垫，那这个进不良就要扣他的绩效，扣他的工资，那扣的比他垫这个利息会更多。那员工叫两害相权，是吧？取其轻，就这意思啊。凭什么扣这么重？就是为了逼我们垫利息。上述情况恰恰是某些地区农商行客户经理之间上演的深层实录，每个月都在算罚款多还是垫付多。如果罚款多，那只有垫；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用自己的血汗钱替客户支付利息？这绝非与不良客户的同甘共苦，而是无奈到极致的体制悲剧。而在行业整体下行、不良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这种现象如病毒式的快速传染，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心照不宣潜规则。心里谁都明白这是掩耳盗铃，但有些行甚至会畸形地为这种行为树立起催收标兵的标杆，再通过奖励来进一步循环往复。文章说，如果职业备战人是授信不可容忍的底线的话，这种银行员工畸形垫付是不良催收不可容忍的底线，这是逼银行员工叫割肉喂鹰，老鹰把自己的肉割下来喂老鹰。那这种现象是到底怎么发生的呢？真是奇了怪了，真正的实现了欠钱的是大爷。以往咱们老说欠钱的是大爷，好像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在各大银行都要死保不良率的情况下，欠钱的果然就成了大爷。但凡这个贷款人说我不还了，我没钱，那银行都会让你，他都会做工作，让你好好再想一想，你收回你就说你以后能还得起，千万不要说还不起。饮鸩止渴的垫息恶风正在腐蚀根基，这种逼迫员工代偿利息的畸形操作，表面看暂时掩盖了不良数字，实则是饮鸩止渴，危害深重。看似粉饰太平，实则风险暗涌。文章说，员工垫付如同给高烧病人强行降温，表面数字健康了，病灶却在体内疯狂扩散，真实风险被层层遮蔽。待到积重难返、集中爆发时，往往已是危及整个机构根基的大雷。如此这般惯坏老赖，催收更艰难。当欠款客户发现银行内部竟有人自掏腰包替其付息，其还款意愿必然大幅降低，这无异于向市场释放错误信号，欠钱不还，自有冤大头银行员工兜底。
正常催收环境被严重破坏，清收工作雪上加霜。最核心的是士气崩坏，根基动摇，这是最致命一击，是砸向一线员工的心。客户经理们冲锋在业务前线，却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被逼为系统性风险背锅，自掏腰包垫窟窿。当尽职免责变成一句空话，当努力与回报被荒谬的垫付义务割裂，寒心与绝望便如野草蔓延。一线员工是银行赖以生存的触角与根系，士气崩坏之日，便是根基动摇之时。将经济周期的系统性风险粗暴转嫁为员工个人的原罪与债务，不仅是管理上的无能，更是道义上的失责。这个文章说，治理不良需制度智慧，而非人肉盾牌，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起伏如四季轮转，信贷资产质量随之波动实乃常态。在经济下行压力显现的当下，不良贷款有所暴露是市场规律客观映射，并非客户经理个人懈怠或失职的必然结果。把经济周期的账算到个人头上是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最愚蠢的甩锅。文章说，他说破解困局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可持续的信贷管理体系。首先要告别唯不良率论英雄，必须彻底改革简单粗暴以罚贷款的绩效考核与问责机制，评价客户经理应综合考量其贷前调查严谨性、授信审批的合规性、贷后管理的有效性，以及在签收处置中专业努力，而非仅仅盯住单一且易受宏观环境影响的不良率指标进行一刀切式重罚。写文章的人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个行情，写文章的人还是停留在就银行业务谈银行，他已经不知道这个银行现在已经承担了股市稳定的作用。股市的稳定需要这40只银行股要拉冒烟，这40只银行股不停的创新高，那他怎么创新高？他怎么讲故事？他的利润、他的业绩就得节节高升，他的高分红、高股息率靠什么支撑呢？这一切都需要不良率下降，但事实不良率是在上升，那怎么办？孰重孰轻？所以这些苦、这些委屈还得银行来背一背。银行背呢，谁来背？员工。这种以罚替管就是最大的不负责任，需要筑牢全流程风控堤坝。银行尤其是直面市场冷暖的经营各贷业务部门，急需建立清晰、规范、可操作的贷后管理流程，如不良贷款处置规程，从风险预警信号识别、分级分类管理到依法合规的催收、核销或转让，每一步都应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让员工知道风险暴露时应报告什么、如何报告，后续标准动作是什么，而不是茫然无措，最终被迫走向垫息的歪路。银行员工当冤大头垫息来维持不良率，这是必然，没有办法。文章说，他说这个时候需要高管的担当作为，拒绝把头埋进沙土。面对不良，鸵鸟心态最为致命，指望员工垫付来掩盖问题，只会让风险如滚雪球般扩大，最终导致处置成本几何级攀升。银行管理层需拿出勇气，主动爆雷，及时处置。说这话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胡适这个是多么需要银行来拉一把，也就是银行股对胡适是多么重要。银行的员工还居然希望银行主动爆雷，你这不是疯了吗？对吧？咱们这个节目说了2、3年了，银行只是包不住火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掩盖，能包一段是一段，能包多久就包多久。他这需要监管环境给予一定的包容空间，允许银行在经济下行期遵循规律，真实反映风险，并给予合理的时间窗口进行化解，早暴露、早处置，方是成本最小、效果最优的理性选择。银行股如果暴雷，那这胡适又得奔3000点，而且还打不住。垫息的闹剧的本质是扭曲的制度压力下，将一线员工推上前线充当人肉盾牌，
它掩盖真相，腐蚀诚信，摧残士气，最终将动摇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基石。没有办法，胡适需要这些银行员工来挡一刀。到了这些银行员工为胡适做贡献的时候了。经济有周期，风险会暴露，这本是金融业的常态。真正的责任心与客户为本，绝不是逼员工割肉饲鹰的伪善，而是银行管理层勇于担当，直面问题，建立一套尊重市场规律、体恤员工艰辛、流程清晰、问责合理的现代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体恤员工的艰辛，那谁又来体恤胡适的不易呢？所以说，这个银行的员工还是多担待，主动分担压力。文章最后说，它是制度永远比个人的悲壮牺牲更能守护金融的长河安澜。当骆驼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崩塌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沉默的伎俩。说类似放款1年内不允许有逾期，你这笔贷款出去了，1年之内不能变成不良。说贷款不良率必须低于某个数值的口号，粗暴指标真的不能再有了。真的逾期该查查，该罚罚，但请对准真正的病灶，别再用罚款的鞭子将本该扛起风控大旗的银行员工驱赶成无力又无奈的电息羔羊。这是一个银行业的一个小编写的一个银行员工、银行的客户经理的辛酸与无奈啊，成了这个银行控制不良率叫粉饰不良率的牺牲品。对，你得为你的客户负责，你的客户还不起了，那么银行是吧？你就把利息还上就行，本金可以往后拖，这就不会是不良。但是这个贷款的人说我利息都还不起，我就不想还，那行，让担保人还利息。担保人说我也没钱，所以最后只好让银行的员工来还利息。你把利息垫上，这笔贷款它就不是不良。员工说我不愿意垫，凭什么我垫呢？那行，这个贷款是你放的，现在不良了，罚你，罚的钱比你垫的利息要多得多，对吧？你垫利息1个月恐怕就垫1000、2000，你要罚款罚3000、4000，银行员工怎么选？抱着背着一般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首先一个是银行为了业绩，这个大家都知道。以往的贷款，什么贷款都不重要，你只要把房地产搞定就行。过去2021年恒大暴雷以前，银行只要搞定房地产客户就行了，什么装修贷、什么消费贷、经营贷，那都是样子。你给开发商贷笔款都是多少亿，而且是稳赚不赔，因为楼市是牛市，而且那时候贷款利息还高。那现在开发商倒是要钱，倒是想贷款，银行不敢给了，银行要把开发商的贷款收回来。那收回来，那你钱要贷给谁？这就像那个专家孟小苏说的，我记得他在一个节目说，银行你现在把买房的业主的这个贷款，你要逼着他还回来之后，你贷给谁？你贷款也放不出去，反映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怎么办？所以银行的压力非常大，他就得去做什么消费贷、经营贷，蚂蚁都是肉，这些业务以前都看不上，就个人零售业务，而且还给这些客户经理 KPI， 银行人背指标。过去的银行最大的问题是拉存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投资渠道，都比存银行合适。银行利息低，我去买个理财，我去干个餐馆，那回报收益都非常高。我为什么存银行？所以这个时候银行是疯狂的去拉存款，你存够10万，就给你印个大袋子，给你送粮、送油、送米、送面，那是拉存款。现在因为咱们都没有投资渠道，资产都在缩水。所以我们现在把钱往银行存，自己不投，不担风险。银行的存款太多，他要找贷款，所以银行的员工现在就得玩命的往去放贷款，人人背指标，连养老贷都开发了，各种贷款，升学贷。由于这个银行员工人人背指标，你完不成就要罚款、扣工资、扣绩效。那这些客户经理为了完成这 KPI， 那怎么办呢？找的客户肯定是良莠不齐。只要你愿意贷，你还不起，他明知你还不起，他也没办法，这叫饮鸩止渴。所以说，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出了什么职业背债人。昨天咱们节目还说了，央视报道揭秘这个职业背债人灰色链条。实际上，这个银行完全知道，不要以为银行是被骗，为了完成 KPI，他没办法。
大家可以看个视频。六爷，我听说现在有些人都穷疯了，只要给钱，啥都敢干，咱干他一票？哦，还有这事儿，这还真值得筹划一下。那咱们怎么安排呀？通过各种渠道找那些想一夜暴富的人，告诉他们1年之内服从安排，没有辛苦和危险的工作，1年后一次性给200万，要求年龄30到45岁，征信优秀的。好的，六爷。六爷，办好了，招了37个人，只要给钱，干啥都愿意。做得不错，在各个城市分别给他们配置一些资产，房子、车子都过户到他们的名下，再给他们配置一个经营实业的公司。六爷，咱们配置这么多资产，万一卷钱跑了怎么办？资产过户完做一个借款质押，房产过户完做一个长期的租赁协议，这样无论如何他也卖不掉。公司除了让他当法人和股东，其他所有的权利都安排咱们的人，一定要把它架空，让他们有实际控制权。另外，这1年内安排这些人统一行动，吃喝旅游都不限制，但是一定要在咱们的视线内。另外，安排这些人到各个银行开银行卡，给银行卡做流水。六爷，这些好安排，让咱们的人盯紧就好。六爷，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资产都过户过去了，公司有各种业务往来，银行卡流水也非常可观。好，接下来办一些信用卡，做一些小额贷款，一定要及时还款，确保征信没有瑕疵。好的，六爷。马上到1年期了，他们问什么时候可以拿钱？快了，先把前期的信用卡、小额贷款全部还清，然后利用公司和个人身份到所有银行申请贷款，先走流程审批额度，暂时不要下款。信用卡要不要申请临时额度呢？可以，再把所有的小额贷款申请一遍，不要怕额度小，能申请的全申请一遍。好的，六爷。六爷，37个人都安排好了，每个人申请了20家银行贷款，35家小贷，信用卡10张，全下来每人能贷出1500多万，集中在3天内把款下来。好的，六爷。所有人都下款了，下一步咋整啊？用合理的方式把钱走出来，公司的做各种合作费用，个人的做各种消费，钱花的一定要合理。另外要注意，半年内按正常的流程还款，答应他们的钱可以给他们了。另外安排咱们给他们配置的资产可以陆续更名。好的，六爷。六爷，他们有些人拿着钱挥霍，惹是生非，被帽子叔叔发现了，现在顺藤摸瓜开始调查咱们了，下一步咋整啊？订机票吧。这个视频文案拍的显得有些夸张，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7月18号，重庆出了一个规定，说对信用良好、有大额消费需求的客户，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上限可阶段性提高至50万元。这是财联社7月18日电，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提振消费若干措施》，强化金融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也就是你个人消费贷能贷50万，个人消费贷那个利息好像只2.8%。大家也想象一下，在这种背景下会产生什么问题？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你说谁会贷款50万去消费？这个是消费贷，只能用来装修，对吧？旅游、买汽车，这叫消费，不是买房子那有按揭贷款，也不是经营贷，不是拥有你的企业什么流动资金，也不是说你去把这个钱去开餐馆、加盟一个奶茶店，它纯粹是消费。我就不明白，那是谁会贷款50万去消费？所以他明知这个50万给了你，你肯定是不是消费，你肯定是干别的去了。这个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就是什么样一个人他会需要50万的消费贷？买了个别墅要贷款装修是吗？那你买别墅干啥？什么人会能买得起别墅，完了还贷款装修？就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政策制定者他明明就知道你50万出去了，不知道干啥去了，肯定不是消费。虽然是消费贷，但绝对不是消费。那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不良，又要掩盖。如果这个贷款利息低，有人就把申请了之后去替换他的按揭贷款，按揭贷款还是3.1%。这个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招商银行股东大会上，招商银行行长王良的一席话，让银行的一组经营数据成为关注焦点。说今年1季度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如果不良率和净息差的水平出现倒挂，也就是不良率大于净息差，就意味着银行难以覆盖信用成本、运营成本和资本成本，
这将给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王良说，这是招商银行行长说的话，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家财经媒体还有这些专家，大家盯的就是你这银行的不良率、净息差，大家都差不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银行要拼命的掩盖它的不良率的一个原因。这番话的背景在于，今年一季度多数上市银行盈利表现低于预期，不少银行的净息差走低，不良率抬头，二者甚至出现罕见的倒挂。今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进一步收窄至 1.43%， 较去年4季度末下降9个基点。同时，不良贷款率上升了 0.01个百分点，达到了 1.51%。这种倒挂还是行业首次，就是警钟已经敲响了。这个用纸在包火，这个纸已经开始燃烧了。随着半年报成绩披露临近，银行的业绩成色再次受到广泛关注。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挑战究竟有多大？这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我们再看是信网报道，华夏银行河北2分行同日被罚，被监管部门罚。为什么罚呢？说涉及掩盖不良贷款。信网7月21日报道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公示2则行政处罚信息：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分别被河北金融监管局处罚。这个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违规向风险客户新增贷款，掩盖不良贷款。什么意思啊？这个操作就是本来你跟银行借了一笔钱，3000万还不了了，这时候银行又给你贷一笔钱，要么给你贷3000万，这叫以新换旧；要么给你贷个500万，你先把给你贷款这个钱你拿着去转一圈之后，你拿这个钱来还利息，把前面那个旧的贷款的利息你给还上，这样他借钱给你还利息，这样的银行你这笔3000万它就不是不良。都这么干。当然还有其他的手法，违规上调5级分类，掩盖不良贷款，也就是他把不良贷款这个标准他给变了一下，他一变，本来这个是不良的，人家把标准一变，你这就不是不良贷款。所以我说银行的猫腻是最多的，一个银行到底有多少不良贷款，这资产状况到底怎么样，完全是他自己说了算。这个第12号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说贷后管理不到位，贷款资金被挪用。什么意思呢？这笔贷款出去了，本来用作是消费贷，但是由于华夏银行廊坊分行它监管不到位，客户把这个消费贷挪作他用，就这个意思。所以从华夏银行被监管部门罚款，掩盖不良贷款，这叫蟑螂定律。实际上大家在网上一查，银行什么掩盖不良贷款最近非常多，被监管部门被金管局罚款的特别多，说明咱们银行的不良贷款这一块是风险越来越大，也就是越来越难捂这个盖子。银行的员工已经不答应了，不愿意再扛这个雷，不愿意再背这个锅，银行自己恐怕也扛不住了，要不然老是被罚，谁也受不了。买单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房地产暴雷已经4年了，各大房企、头部房企它的银行贷款有多少？这些账不能一直捂着，马上就要清算，马上就要揭晓。但是我们的胡适又是如此的需要银行，依赖银行，何去何从？大家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